咁我哋今次呢個設計單位咧，就擁有3個大嘅窗台。而業主委託我哋咧，就希望我哋可以將呢3個窗台咧，都可以好好咁樣善用。一入到嚟客廳嘅正中間咧，就係對住山景同埋海景嘅大窗台啦。所以我哋就將呢一個超過7尺闊嘅窗台咧，用木框包圍，令佢成為成個客廳嘅中心焦點。而延伸出嚟嘅窗台櫃咧，除咗可以俾到收納嘅功能之外，屋主就可以喺呢一個更加闊落嘅位置度欣賞到咁靚嘅風景啦。咁為咗可以令到客廳同埋飯廳睇起嚟更加簡潔利落咧，所以我哋就選擇咗利用水泥紋嘅藝術漆，製作成一幅超過5米嘅特色牆，中間用拱形嘅木框連接，令到成個客廳啦同埋飯廳都連貫起嚟，望落咧就會更加工整啦。今次呢個設計單位裏面咧，我哋喺唔同嘅位置都用咗好多細緻嘅材質，好似展示牆咁啦，我哋就用咗墨綠色嘅圓條狀嘅手工磚。而茶水櫃嘅牆身咧，就用咗湖水藍嘅方磚。地板方面啦，就用咗一隻啡色嘅格仔花磚取代咗傳統嘅木紋地磚，希望可以透過呢啲嘅材質小細節，提升到成個整體嘅設計細緻度。喺入房同埋洗手間之前嘅位置咧，為咗唔好浪費每一寸嘅空間，都做咗一個全高嘅收納櫃，提供翻俾洗手間以外一個乾爽嘅收納位置。另一邊啦，就利用咗 L 衣櫃較難接觸嘅角落咧，偷空咗做咗一個展示櫃，咁可以擺放翻業主中意嘅裝飾品。喺廁所嘅位置啦，我哋就將一開門見到嘅牆身做咗一幅特色牆，用湖水藍嘅拋光手工磚，再配合埋2支特色燈具，咁好簡單咧，就營造到一個簡潔明亮嘅設計感啦。去到房間嘅位置啦，咁呢度咧原先係一個2房嘅間隔嚟嘅，咁而家咧就合併成為一個大房。接近房門嘅位置咧係一個可以在家工作嘅空間啦，然後入少少嘅位置係衣櫃，咁最後咧就係瞓覺休息嘅地方啦。喺呢個房咧同樣有2隻好大嘅 L 窗台嘅，咁我哋就用咗木框將佢包圍，並且延伸出嚟成為咗工作台。再用上木材組成嘅特大床頭板啦，同埋窿窿板，咁令到2個窗台連埋，咁望起嚟咧合而為一，就可以減低翻空間上面零碎嘅感覺啦。今次呢個設計單位嘅構思咧，一開始係由窗台一直延伸開去嘅，最後咧成為咗成個設計嘅主軸。咁正正就體現到一啲我哋認為唔起眼啦，或者係一啲缺點嘅位置，如果我哋能夠了解多啲業主嘅生活習慣，並且配合多啲設計上面嘅需要，咁最後反而咧可以成為到成個單位不可或缺嘅一個部分。